一件翡翠值唔值得收藏，有時候唔係只睇顏色大細，仲要睇厚度。最近我哋檔口盤點咧，就將一啲品質嘅貨型咧調上嚟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俾大家睇嘅就係呢件厚嘟嘟嘅無事牌啦，幾厚裝，種水大色呢啲咧就係一塊好有質感嘅無事牌嘅代表作啦。咁做厚裝嘅，講明兩件事：料夠好，唔捨得浪費；其次就係呢塊翡翠係可以傳落去嘅，好似呢件大大嘅福瓜。好長形木立敞口嘅雪花面，再加上一隻滿色咁有種水光感，同埋咧有意境嘅一個大福瓜。如果你想日常大低調有質感，傳承又好有份量嘅呢種嘅福瓜就好在線啦。再嚟就係佛宮啦，咁滿色同埋嗰種洋綠嘅感覺咧，已經相當唔錯啦，俾人一種好水靈靈、好溫潤嘅感覺。18K 加天然鑽一鑲起身，佢就係頂頂嘅珠寶啦。咁滿綠福斗嘅呢個題材咧，高貨我確實分享得唔多。呢一件咧就係種水色都非常之在線嘅，龍陽正雲，成件咧好冰透，同埋顏色好深水，裏邊嘅棉水已經好充分咁化開。呢三粒豆用料好飽滿圓潤，日常佩戴夠精緻，又可以傳落去。呢款亦都係相當唔錯嘅。另外俾大家睇嘅就係好嬌潤嘅呢一粒粉紫嘅鴿子蛋啦。經常上台去做一啲重要演講嘅朋友，佢先至係配得起佢嘅氣場。呢兩件嘅正裝觀音啦，種水帶綠嘅，俾人感覺顏色好靚好舒服。佢戴上去就係俾人好溫潤好體貼。最後壓場嘅就係呢個大件嘅平安扣啦，綠飄花好有意境，成件起熒光嘅。呢種咁厚咁大件嘅料咧，一直都係寓意住平安圓滿、人丁興旺同埋好好嘅傳承朋友嘅選擇。一個屋企可以真正傳得落去嘅翡翠，有時候唔係最貴嘅嗰件，但一定係最有份量嘅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啲品質翡翠嘅，不妨關注錢錢請翡翠，財慳。